嘿，大家好，今日咧係2025年嘅5月1號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日咧就唔同大家講遊山玩水呢啲嘢啦，今日係講翻兩個正經嘢，好嚴肅嘅主題。一個咧就係中國嘅言論自由問題啦，一個咧就係中國 LGBTQ 性少數族裔嘅生存空間嘅問題。呢兩個問題對我嚟講有兩樣好重要嘅，一個就係人權啦，一個人喺呢個社會上邊係咪可以得到公平公正嘅對待呢？呢個係天賦人權嘅問題嚟嘅。咁我就花少少時間講下我自己嘅觀點啦。其實呢啲問題喺網上邊已經好多噶啦，所以咧我就唔講太多。我只係講出我今日我自己嘅觀點，亦都係我第一次喺網上邊真人出鏡咁樣講翻呢個我自己嘅觀點。言論自由係人權自由之一嚟㗎啦。而且係最基本嘅自由。我自己對言論自由嘅睇法咧，就係言論自由係自由之母。只有自由嘅聲音得到自由嘅發聲，真相先至可以被揭露，同埋權力先可以受到監督。但係向中國呢種權力幾乎喪失為零。從2015年開始，好多之前為少數受侵害群體維護權利嘅律師受到咗好大嘅打壓，好出名嘅709大抓捕事件，至今都令人震驚。而到咗今時今日，普通人喺網上邊發一條敏感嘅話題，都可能會被拉去差館、被審查、封號，甚至乎係行政拘留。社交媒體嘅言論審查已經係一日比一日咁樣惡化緊嘅。微博啦、微信啦、字節跳動啦，後台嘅言論審查嘅人數龐大到你真係唔敢信。之前有睇過資料，字節跳動嘅言論審查員係高達幾萬人，係咪好可怕呢？唔單止政治敏感嘅話題，比如6·4啦、香港啦、台灣啦，連一啲生活層面嘅批評都得唔到出聲嘅，比如同日常生活相關嘅食品安全問題啦、醫療嘅問題啦、養老嘅問題啦、教育嘅公平公正嘅問題啦，全部都秒刪啊！用中國話嚟講就秒刪，一發出去咧就即刻被刪除。微信仲犀利，只係你自己睇到，根本就顯示唔到俾人哋睇。而新聞早已經失去咗獨立性，所有嘅報導都係姓黨。真正嘅社會調查記者，依家中國一個都冇。記得啊，14億人，一個社會調查記者都冇。所以咧，響武漢肺炎嗰時候，方方日記點解咁轟動啊？點解要被受到國家級嘅打壓啊？大家仲記唔記得啊？先過去咗2年幾咋？而講翻我自己啦，亦都係社會言論自由審查嘅受害者嚟嘅。我當時只係轉發咗條新聞，只係轉發咋。嗰條新聞咧係發生喺福建省嘅。但係就因為我轉發咗呢條新聞，福建省嘅政府啲人就嚟到咗廣東，叫我當住佢哋嘅面刪除呢啲轉發嘅新聞。你話幾驚啊？跨省刪帖，我真係估唔到㗎。但就係發生咗，而家發生喺我身上邊，而我啱好係一個將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當作係自由第一位嘅人。大家一定要記住呢一點，言論自由係自由之母。種言論自由嘅傷害咧，係由上到下嘅，冇一個幸免，甚至乎連共產黨嘅喉舌 CCTV 都唔會例外。有個案例咧，就係2024年3月份啦。河北燕郊發生咗一次爆炸案，死亡係7個人，傷咗27個人。當時 CCTV 去採訪嘅時候，
都遭到咗當地警方嘅好粗暴嘅咁樣攔截，連直播都中斷咗。呢個就係言論自由被壓制到咩程度？每一層地方政府都響度打壓緊，影響當地自由嘅呢啲報導。當黨嘅喉舌 CCTV 中央電視台都可以被咁樣粗暴咁樣打斷佢嘅正常嘅採訪，你諗呢個世界仲有咩公正公義可言呢？ LGBTQ 即係同性戀同其他性少數族裔響中國嘅情況咪仲差咯？雖然同性戀基響中國唔再係精神疾病，但唔等同於佢哋接受或者可以得到保護，反而係受到咗更大嘅擠迫。2021年發生咗中國微博上邊大規模嘅關閉同性戀相關嘅帳號，各種 LGBTQ 嘅組織都被取締關閉，而喺大學入邊咧，嗰啲性少數群體嘅組織亦都唔可以再成立，一定要消失。一啲原本為性少數群體發聲嘅公眾人物啦，尤其娛樂明星啦，都更加令人憂心嘅係教育同埋醫療領域嘅保守化。教育部就公開咁樣表示，要防止娘娘腔進入校園，並且鼓勵陽光教育。呢種帶有厭女同埋恐同嘅語言，直接喺國家層面塑造對性別嘅歧視。而一啲地方嘅醫院甚至仲默許暗中支持轉化醫療。依家係2025年啦，都仲有轉化醫療呢樣嘢。喺世界其他自由世界都已經唔存在㗎啦。就係呢種轉化治療對啲後生仔後生女造成嘅陰影係一世都去唔到㗎。佢呢世人就咁樣被打低咗、劈低咗，再都企唔起翻起身。2024年5月，即係舊年嘅呢個同期啦，北京同志中心係中國生存最耐嘅同志公益組織嚟嘅，突然間就宣布咗不可抗力而關閉，不可抗力永久關閉。呢個係2019年以來一連串 LGBT 群體遭受強迫關閉嘅最新案例，而都係2024年嘅8月22號。仲有幾多同志組織被關閉咗呢？我而家嚟數下：中國跨兄弟協會、中國女同志中心、北京出色伙伴、北京拉拉沙龍、豌豆黃藝術小組、船師、北京出色伙伴、無性戀之聲、飛天貓，全部嘅微信公眾號都關閉咗。亦即係話，中國兩個最大嘅社交媒體平台微博、微信，亦都冇任何一個同性戀嘅組織存在。咁我哋去邊度？言論自由、性少數群體嘅權利係普世價值嚟㗎。普世價值係咩呢？用兩個詞嚟概括，就係公平、公義。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平等嘅對待。如果某啲唔好嘅嘢發生喺我身上邊，亦都可能會發生喺你身上邊。呢啲就係不公不義咯。當一個國家壓制言論，唔俾人哋發聲，佢亦都否認某啲群體嘅愛係唔值得被尊重、唔值得被睇重嘅話，呢個唔單止係傷害，亦都係對人類尊嚴嘅背叛。
我哋講出呢啲，唔淨係為咗要譴責，而係提醒大家一定要記得呢樣嘢：公平、公義、自由、尊重同埋愛。呢啲本身係天賦人權嚟嘅，喺自由世界係最基本嘅權利之一。但係喺中國冚唪唥都冇晒，而係要去鬥爭、抗爭先至揾得到些少。好多謝你睇我今次